到量化動力教室，今日呢，想同大家分享呢點樣去設置一啲策略呢係利用手動設置呢個模式嘅。咁我哋叫做專業模式啦，就係用手動去設置嘅。假設我由頭開始去展示一次啦。假設我哋要去量化以太坊、以太幣啦。咁之前介紹過智能模式啦。咁其實智能模式呢，就係俾一啲小白去做嘅。咁就因為佢呢度非常簡單啦，你只需要設置嗰個金額，咁跟住選擇策略類型，咁跟住你跟呢啲其他呢啲咁樣嘅參數呢，你跟翻系統俾你，跟住你直接撳保存策略，咁就可以開始㗎啦。即係你設置完之後，咁跟住喺度一撳啟動，開啟監控就可以開始㗎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對交易比較有專業啲嘅一啲知識啦，咁你亦都可以選擇智能模式以外嘅專業模式，即係我哋叫嘅手動設置啦。點樣做啊？咁呢度其實有一排嘅格仔俾你填啦。咁首先其實佢跟嚟呢，佢就會係大數據間隔嘅。呢個大數據間隔呢，即係話第一倉、第二倉或者第二倉與第三倉，即係倉與倉之間嗰個間距係幾遠。咁智能模式呢，就幫你去設定咗㗎啦，大概係13% 度啦。如果係保守模式嘅話，咁當然啦。咁如果你唔想跟大數據間距，你可以自定義嘅。咁當然佢呢度會跟嚟，佢係11嘅。咁如果你自定義呢，你可以好似我咁啦，第一倉與第二倉之間就10%。咁即係話我當100蚊啦，跌到落90蚊就會補倉㗎啦。哇嚇！如果跌到落第二倉，咁我哋可以再設定多少少喎，再深少少嘅補倉間距，咁先再補第二倉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即係呢度第二倉啦，再補第三倉應該係可以去到12%啦，跟住第三倉與第四倉咧可以去到15%。即係你可以自己自由咁樣去設定嘅，非常之有彈性。記住大數據間距，咁另外一個選擇就係自定義間距啦，係咪？咁你亦都可以選擇係用差價去做間距咧，因為百分比係咪？咁我用百分比啦，即係話第一倉與第二倉之間係佔10%嘅。咁如果係差價呢，就可能會話跌咗幾多錢去做補倉啦。咁呢度以太嚟講啦，譬如話我跌咗1000蚊或者500蚊啦，我先補第一倉，咁都 OK 嘅喎。咁當然我覺得呢，百分比就應該會好啲嘅，百分比應該會好啲嘅，即係起碼即係容易啲去俾你去理解嘛。10%、12%、15%、18%係咪啊？呢兩個選擇你可以自己選擇嘅。咁跟住就會按照所設嘅費用啦，譬如話10蚊、20蚊、40蚊、80蚊。如果你話按照所設嘅數量呢，呢個數量呢就係指你買入幾多粒以太啦。可能第一單就買入1粒，第二單就買入2粒，第三單就買入4粒以太。呢個係以以太坊嘅幣數去做一個即係填入嘅數量嘅。咁我都係覺得呢，費用會容易理解啲嘅，即係10蚊、20蚊、40蚊，因為我哋始終係要理解為可以賺幾多美元啦，或者 USDT 啦。所以呢度呢，其實我哋用翻 U 本位嘅思維模式呢會好啲嘅，即係10蚊美元、10蚊 USDT、20蚊 USDT 咁樣去填。咁你可以填幾多都得嘅。咁跟住第7單、第8單，你可以撳個加號，咁就可以多一行出嚟㗎啦。如果你想連續多5行呢，你可以right click，我哋叫做即係 right click 啦，即係撳右邊嗰個滑鼠啦，咁佢就會自動出咗5行出嚟嘅。咁當然啦，你亦都可以逐個減，又或者你 right click 喺呢個減嗰度撳個右鍵，咁佢就會自動減5行㗎啦。OK，咁呢度就去俾你去自由去加減，你要補幾多倉，咁呢度全部都介紹咗啦。咁跟住呢度有2行嘅，就話當1分鐘之內跌超過可能係跌咗100% 喎。咁跟住即係冇100% 咁誇張啦，跌咗50% 喎。咁個間距即刻調整為唔好話10%、12% 啦，即刻調整為30% 先。即係呢啲係防瀑布嘅機制嚟嘅。
同埋呢並且可以開啟只賣不賣，即係我唔再入貨啦，咁啊淨係賣出嘅啫，或者停止成個策略啦，咁啊純粹止盈，淨係贏咁先有一個操作。除咗贏之外呢，即係譬如話佢1分鐘之內突然間升好多啦，1分鐘之內呢個應該係升啦，頭先講錯咗跌，唔好意思啊。1分鐘之內升100%，咁呢就即刻將個間距變成30%。咁譬如話突然間以太黐咗線喎，哇由2000蚊升到去6000蚊喎，4000蚊喎，哇咁樣咁係即刻調成30%啦。咁跟住呢即係贏咗，咁即刻停止，即係呢個係俾你止盈咯。咁當然啦，亦都可以另外一個呢度就係1分鐘之內，哇！如果跌超過50%，咁啊點啊？咁啊即刻亦都將個間距變成30%啦，就唔好話12% 咁少啦，變成30%保護自己先。咁跟住呢，亦都可以開啟只賣不賣，或者開啟止盈停止。咁呢啲都可以自己去設定嘅喎。咁所以呢啲呢，其實我覺得專業模式就好彈性，俾你去設定每一個參數。咁頭先講咗啦，買入費用咁啊自定義間距啦。咁呢個追蹤建倉呢，其實就等於智能模式嘅呢個位，呢個追蹤建倉係咪？跌幾多跟住升翻1% 就補倉啦。咁呢度呢，咁如果我哋去翻智能模式呢，即係專業模式呢，咁你亦都可以 set 1或者0.8啊，或者0.5自己去 set 翻啦。咁當然啦，你亦都可以跟翻佢嗰個跟機嚟嗰個參數啦，就1% 就 OK 嘅啦。咁啊，整體幾多升幾多，跟住止盈啊，升幾多跟住回調幾多啊，52呢度都係跟翻智能模式嘅。大家可以睇翻智能模式都係咁嘅喎，係咪52係嘛？咁當然啦，如果喺專業模式呢兩個有得設定，呢兩個亦都有得設定啦。我哋叫網格止盈。咁網格止盈呢度亦都可以俾大家睇翻啦。如果係網格，咁都係跟翻智能模式嘅99% 啦。大家可以 set 嘅，哇！第一單唔好理啦，第一單你就當係冇網格啦。第二單，譬如話我補咗第二單，咁我唔等話連埋第一單一齊去全倉止盈啦，我就咁尾單止盈。我第一單補倉，即係第二倉啦。我升5%，我跌翻2%，我就即刻食咗佢先。呢啲叫做即係你會預期佢可能喺底部震盪，咁你咪食咗佢先咯，亦都可以。所以呢度係可以俾你設定呢，每一倉佢嘅網格係可以俾你去自由去設定。究竟你想食幾多利潤，跟住平倉，升幾多，跟住跌翻幾多平倉，咁都可以俾你去設定翻，非常之有彈性咯。所以呢個專業模式嘅設置，咁呢個預計建倉價啦，亦都可以俾你睇到。哇！如果我10個點、12個點、15個點咁樣去間開呢，我大概建倉價係點樣啊？咁而家以太個價格係1886啦，咁佢個建倉價呢係咪就去到？如果話我跌12% 就去到1679喎，如果我去到第三倉就去到1434喎，係咪？就可以俾你睇到好清晰個建倉價咁樣啦。所以呢個專業模式呢，其實係可以俾你睇到好多嘢，亦都可以俾你睇到呢。你係可以自由去設定，好似一個專業一個 trader 啦，咁一個專業嘅嗰個投資者，咁你點樣去設定你每一單嗰個買入幾多，間跌幾多買入，買幾多，同埋升幾多會全倉賣出啦，一話會網格去止盈啦。所以呢，其實 CCR 專業模式係可以俾到專業嘅投資者，又或者你中意做 trade 嘅，咁係一個好彈性嘅選擇咯。所以建議啦，如果大家如果熟悉某個幣種嗰個升跌模式，其實真係可以考慮呢個 CCR 嘅專業模式。咁當然啦，新人小白咁啊唔使搞咁複雜嘅，純粹用呢個智能模式 OK 啦，純粹填入話我可能投入5000蚊，咁我要個保守模式算啦。咁我再保守啲啦，都唔想要保守加啦，要個保守型，甚至保守減，亦都 OK 嘅喎，係嘛？呢度都可以俾你睇到首單係幾多，跟住咁保存策略，咁就 OK 嘅啦，出翻去係嘛？出翻去，咁跟住就可以隨時喺度撳啟動嘅咯。所以呢啲其實都係俾咗好大嘅彈性咧，俾啲投資俾啲自己去自由去選點樣
去啟動你嗰個量化幣種，係嘛？你可以選擇一啲最主流嘅幣種，比特幣啊、以太幣啊、BNB 啊、Solana 啊、LTC 啊、XRP 呢啲最主流嗰幾隻跟住去做。咁基本上如果你用 CCR 呢個軟件，如果你即係保守，你就用智能模式啦。即係如果你乜都唔識，如果你係真係專業投資者，有做開 trade 嘅，咁你亦都可以選擇智能專業，你亦都可以選擇專業模式，呢個亦都可以幫到你嘅喎。O 唔 OK 啊？呢度咁啊 OK 嘅話，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即係有時間都研究下。咁呢個CCR 我會覺得係市面上最穩定、最有多種選擇，新人小白亦可以玩，專業投資者亦都可以玩嘅一副量化現貨嘅加密貨幣嘅量化軟件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。希望大家有時間嘅話都可以留下言啦。咁啊分享下你聽完我嘅講解之後，咁啊有咩意見或者有咩嘢疑問都可以喺評論區度我哋大家討論下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